谢谢老师。这样好吗？真的，你每天晚上都几点出来飙车？我在天水。好了，听不懂他讲什么，反正我们这个团都是疯子了。好，不要跟我们这样在台上这样，我们等下下去我们都不讲话的呢。真的，完全不说话。好了啦，先走了。几点？终于关灯。好了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《等待与期待》，谢谢。Hey girl， 来上。第八九，你不要看错，故意走音。